兄弟们，教练在健身，我们就套路他啊。教练，小胖子，你又来了？对呀，你在健身吗？不然呢？哎，就是我感觉我最近减肥比较慢，就是你越来越胖了，不是比较慢。我想找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吃力的方法，你知道什么方法吗？什么方法？就是找一个美女亲我一口，我感觉我的自信心会更加增强。给你找个美女是吗？对呀，是哪有美女啊？亲我一口，你不就是美女吗？我亲你一口就会更有动力是吧？对呀。是吗 ？OK， 过来。你亲我一口。好了吗？哎，好了，教练，你知道你被我套路了，你知道吗？兄弟们，我好，教练在干什么？我们去整他，走，come on。教练，你在干嘛？你觉得我在干嘛呢？看风景啊。做瑜伽吗？不告诉不告诉我，真的不告诉我吗？不想告诉。哦。好。哇！教练，你是不是说我很弱？是不是？是啊。觉得我很胖是不是？对啊。那我给你表演一个绝技好吗？好啊，表演。走。我给你表演一个什么绝技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就是后面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上啊！看我是不是胖，教练，看我。你上啊！等着。什么垃圾啊！教练，你终于被我逮到了啊！哼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在做仰卧起坐是吧？哼哼，你完蛋了啊！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哎呦喂！你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吗？知道了。哎呦！兄弟们，我靠！我今天给教练带牛奶了，我不知道他干嘛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走吧。教练。胖子，你又来了。我今天给你带牛奶了呢，牛奶。你给我带牛奶？对呀。能喝吗？什么东西？能喝，你闻一下嘛，真的是牛奶。你看呀，是不是牛奶吗？没问题吧？就是你今天有没有感觉我长得特别的帅？有病吧！教练，啊？我的腰好疼啊！腰疼啊？腰不好吗？对呀，腰不好。腰不好我有办法呀。什么办法？必须把你的腰治好。来蹲下。蹲下吗？哎呀！你这是干嘛？你是魔鬼吗？好重！你腰不好，赶紧啊！好重！快点！我信你个鬼！行不行啊？太重了，我不做了。胖子，你就是废物，你知道吗？胖子，这个脏吗？对，睡觉是吗？